亮了一段回忆。风铃高挂，摇曳着繁华沧桑，独一无二却是逐步凋零。民国70年代，每一款都有成千上万的海外订单。吴秋英代工出口，见证当时台湾陶瓷产业的巅峰期。因为我们那个体积很小，对，所以那个货柜一个柜子大概100-200万，我们如果出5个柜子就有1000万。一个月可以赚1栋楼，但也在20年内眼见产业潮起潮落，订单被大陆鲸吞蚕食。吴秋英开始自创难度更高的平面风铃，转内销，继续拼。因为它收缩的时候，它容易皲裂，它会收缩比例很小嘛，所以它很容易就裂掉了。因为困难就放弃，吴秋英笑说这不是客家本性。一个陶瓷业的董事长，现在成了小铺子的女老板，教客人 DIY， 从观光卖点出发，依旧没放弃。风铃它只是一个产业，就是说你一个根基，所以你就是一条路走到底，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。在垦丁办的风铃季，可惜没能延续。吴秋英这些年投入社区总体营造，看淡低潮，踏实创造重生的机会。我要的是大家都要好，对，这样才叫好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平面风铃，因为产业萎缩的关系，它就不再量产了。是的。但相形之下，就大天都某空有，每一件都不一样。按你看有特色，按你看有特色，这样比较有个性，也比较特色，对不对？是。风铃妈妈的风铃世界，她希望这样清脆的声音能够在更多地方带给大家幸福的感觉。不过，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产业没落、被迫转型的一个故事。她说还没有放弃呢，结合社区总体营造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北天都冇汹涌，安尼较有特色。北天都冇汹涌，安尼较有特色。